虽然抗瑞风台离开台湾，但是山区也有灾情发生。伫咧台北线中淮公路83公里的所在，因为前几天雨水甲冻土壁内的土抢走，昨暗车路是落空，公路总局正咧修复当中。也那台中的大梨山地区果子园的农民是损失3成到7成。半暝中出现一个大坑洞，塑胶桶落伫坑内，有一个所在甚至看袂到底。台北线中淮公路83公里的所在，初一暗时出现天气有有限现象，公路局紧急封路。高管干部大表示，当地长期是地骨路段，捌做25公尺长的地基冻土墙，抗日风台即摆带来大量雨势，造成土石为地基空棚流出来，有空范围长12公尺，宽3.5公尺，深大约8公尺，已经透明调度基库，准备脱坑。东部段已经有先在下方做压脚，抗日台风来袭的雨量比较大，所以我们的土石还是从我们的土井给露出。那公路段已经连夜封路并做后续的修补。躺在地上的蜜苹果。澎湖那个龟土卡，农民的心理智慧。台中市大梨山地区目前当时讲经济作物蜜苹果、甜起啊的采收期，煞来个半个月也会当收成。也毋过风台过了后，灾害惨重4000公顷农作范围，每一个公户农损大约3至7成。大梨山地区的果园，如果向着北面宜兰方向的迎风面，那个都很严重啊。比较轻伤的就3成，比较严重就6到7成，平均可能受损一定有5成左右了。怪树乌头石着急抢通道路，新德县尖石乡司马库斯部落联络道2个所在中断，部落民众只剩3天的粮食。乡公所调度当期区政治有计青山尾仔进前，要抢通到10公里断桥的所在。那我们希望说，今天能够想办法往进去抢通，因为目前道路到处中断，所以我们人员也没有办法进去看里面的路况是怎么样。所以我们把目标只放在明天的傍晚以前，一定要抢通到10K 的位置。全国台强调，部落已经恢复电力，乡公所也已经买好食物，会随抢通进度提供补给。后手食物甲药物会由国军甲部落青年以人力接驳的方式，赶紧送入部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